就讲爱开始来写白色恐怖，甲是228事件，这是我直看到仿效哦，伊用这部电影了后，我较有这个知觉哦。这天罗红吼，我是咧写228事件，高雄的三立屠杀哦。我用这种诗的方式来甲伊呈现，讲迄阵安怎发生这项代志的。伊的背景甲伊的故事是哦，安尼我即摆就来朗读哦，即首《天路红雨》。我的灵魂散作一拍目尾光，杂草烟野火啊火，甲我困共床。悠闲的风扇头，摒势咧哭绵漫，苦人苦腹，甲我哭转来坐世。亡魂单坐出世的3月初6。听讲掀开解严，秘密随走光。我要来少年旧厝、老家往事甲真相。听讲你拢知影，是啦，迄是偏豆腐老的面容。啥？恁敢若看到三立屠杀去夜无离尸，规逝吉布仔若摇龙出草，沿路春食。车顶的机关庆声比西北雨较紧较密，一粒一粒头壳开花，一副一副枝骨落地，花透蓝脑册，喷向街仔路，喷向市府甲安楼的壁堵，喷向火车头的广场，喷向三块厝的厝遐，喷向天顶尾，火雾火糋，看作一搭一搭臭臭的红天星。手榴弹甲防空炮炸做肉酱，凊子头甲高雄川弹做肉汤，尸体歪高刺刷，排甲满田，溢出来的水，甲石两仔路铺一条红绒仔布。一只军用狗对壁角亮出来，向热扑扑的枪管大声咧，甲手过的表仔有啥牵连？甲落地的纸票有啥交叉？甲掠破查某人的衫，阁有啥地带？悠闲的声线有诗韵的感慨，欢喜啊伊有诶哦，顺过波波摸波，煞跳入高气底内的小鬼仔台，惊兄伫白苍苍的面孔，结一言冷冰冰。失踪的故事伫密密的喙唇继续失踪，暗藏的历史伫深深的课本继续暗藏。后干仔壁的白插画，甲送过曝榜的真相对比去。唉，恁敢有看到？你伫可能树尾溜迄只鸟仔，到呾毋敢吼啾啾。1947年春天着热，雷公死啦，甲台湾天破开，雨青光啊落，凊子夭寿啊飞，火凄惨啊散。我着穿个胸坎趴伫涂骹，互火水都市的迄刹仔，目尾光影着天咧落红雨。